香港幾時有第一次全馬呢？答案係1969年。喺邊度舉行呢？答案係元朗。元朗呢處地方今日講起上嚟呢，大家可能會有唔少嘅聯想，但係無獨有偶，當年嘅元朗馬拉松呢，之所以出現呢，同香港政治都係極有關係。眾所周知，1967年發生過著名嘅6·7暴動，於是香港政府呢就決定喺1969年呢就舉辦一個叫做香港節嘅大型慶祝活動。呢一個活動呢係香港開埠以嚟首次舉行面向全香港市民嘅大型文娛及康體盛事。背後嘅目的呢係當時嘅香港政府認為造成幾百人死傷嘅6·7暴動，令到香港市民人心惶惶，亟待安撫。所以就想透過一個大型嘅慶祝活動咧，營造歌舞升平嘅氣氛，特別係希望咧為年輕人帶來歡樂，從而增強社會凝聚力。結果一連7日咧，全港18區都舉辦咗400幾項嘅文娛活動，包括咗重頭戲嘅香港節小姐選美。至於體育方面咧，其中一場別開生面嘅項目咧，就係首次喺香港舉辦42.195公里嘅全程馬拉松。其實喺當年搞長跑活動咧，要得到政府通融封路咧，已經相當之唔容易。香港喺50、60年代咧，內地大量新移民就湧入香港啦，令到人口咧急速暴增，繼而衍生咧交通嘅問題，人車爭路已經唔係新聞啦。所以想維持喺戰前香港能夠喺港島同埋九龍最繁盛嘅街道上面搞長跑賽咧，漸變成不可能的任務。倘若要搞全馬咧，只能向新市鎮打主意，最後主辦單位睇中咗元朗。喺60年代咧，元朗係一個剛起步嘅衛星城市，相比起港島同埋九龍咧，路線規劃政府就變得易華為得多。加上元朗大球場咧啱啱起好，可以用嚟做起點同埋終點嘅集散處，以一場盛事嚟配合，亦都係一次相當得體嘅揭幕。於是賽事就咁樣定咗落嚟。至於路線呢，就係先環繞元朗大球場跑2圈，然後出球場跑向元朗大馬路，經坳頭交叉路入新田公路，經沙埔、米埔等跑到上水轉入粉錦公路，然後去到打石湖村口，剛好半程，再沿路折返喺元朗大球場衝線。